那我个人是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在中国，1949年毛泽东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时候，他不怕有钱的人，不怕有权的人，也不怕恶人，他就怕一些真正有信仰的人。所以他做出一个决定，首先要把宣教士从中国赶出去。因为共产党宣布不相信一切牛鬼蛇神，所以要把教堂要把它拆毁掉，要把中国真正基督徒传道人也要关进监牢。那我的妈妈虽然是西国宣教士带领她认识耶稣了，正如耶稣说的，魔鬼来是偷窃杀害的，因为没有传道人了，没有宣教士了，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圣经了。后来借助一件事，饥荒之中，我的哥哥像几千万人一样饿死了。不久，医生又发现我的父亲是癌症的肺癌的后期。当医生告诉我的妈妈说：“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，他可能还能活2个礼拜、3个礼拜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妈妈陷入到一个绝望中。一个夜晚，她真的看不到希望。她要悬梁自尽的时候，她再一次遇见了耶稣。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着孩子：“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怕，耶稣爱你。”我的母亲就在深夜中把哥哥姐姐我们一同叫起来说：“孩子们起来，奉耶稣的名为你的爸爸祷告，他会有希望的。”中国的文化孝顺父母啊，妈妈让我们起来跪下，每一个人都跪下来。可是当喊到耶稣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流泪。奇妙的事情，当我们一家人跪到耶稣的面前喊耶稣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不到1个礼拜完全的脱离了癌症的辖制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人认识了主耶稣。赞美主。